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係 Jennifer， 歡迎收睇珍妮花探訪呢個 channel 啊。其實咧，將呢條片放上 YouTube 咧，都經過好多嘅一個考慮嘅，因為我好多客戶業主咧都會問翻一啲區域性嘅問題啊。咁問得比較多嘅就係、基本上都係坦洲、三鄉，因為問嘅人太多啦，就諗住拍翻呢條片。到時候啲朋友仔同埋其他客戶咧問到嘅問題情況，咁可以直接轉達翻呢條片過去，咁樣就會比較方便啲。咁鋪上網咧都係為咗一啲想了解翻三亞片區嘅朋友，咁可以做到一個大致上嘅了解啦。咁希望對你以後買房咧會有幫助嚇。今日呢一期咧就講翻坦洲先。其實坦洲咧就分為南北區域，咁去了解咧就非常之簡單啦。首先地理位置上，北片區咧係屬於坦洲中心嘅一個區域。地理位置上，北片區咧係屬於坦洲嘅中心區域，靠近中山嘅市區，亦都係坦洲嘅一個傳統居住區啊。咁比較代表性嘅樓盤有錦繡國際花城啦、朗詩新城同埋裕豐名品嘅，咁價錢響7000到1萬蚊1平方不等，有精裝單位，亦都有清水樓。咁樓盤嘅優缺點啊，首先講翻優點先，生活配套比較成熟，北片區咧係有多個成熟嘅社區嘅，咁商業、教育、醫療配套咧都係齊全嘅，咁房價亦都相對比較低。相比南片區咧，北片區嘅房價係比較親民輕鬆上車嘅，咁適合預算有限嘅購房者，而且有啲樓盤咧仲可以做到低首期幾萬蚊就可以上車嘅。咁佢缺點喺邊度呢？咁距離翻珠海係比較遠嘅，對於珠海工作嘅購房者嚟講咧，通勤時間會比較長翻少少。咁因為北部咧係屬於坦洲早期開發嘅地區啦，咁因為開發嘅時間係比較早，部分樓盤咧係相對舊翻少少，咁配套上面咧因為有年限上面一個限制啊，咁相對都係比較舊、比較落後嘅。咁交通生活配套啊，咁北片區咧佢交通係比較便利嘅，咁有多條公交線路咧係連接翻去我哋中山嘅市區啦。咁少部分嘅公交咧係通往珠海嘅，所以大部分喺呢度買樓嘅基本上都係坦洲生活嘅人群，同埋通往中山市區工作嘅人群。咁商業配套方面啦，北片區係有多個購物中心同埋超市嘅，例如坦洲市場、合盛百貨，咁呢啲都可以滿足翻大家嘅一個日常需求。咁教育配套方面，北片區係有多所中小學同埋幼兒園嘅，教育資源係比較豐富，而且咧佢相對響坦洲嚟講都係比較集中嘅一個地方啊。咁醫療配套啦，北片區咧係有坦洲醫院等醫療機構啦，咁提供翻全面嘅醫療服務嘅。咁主要生活人群有邊啲呢？咁第一個就係本地嘅居民啦。北片區係坦洲咧傳統嘅居住區，本地人居多。第二個係中山市區工作者啊，咁由於交通便利，去翻市區方便啦，咁買翻呢度咧都係有不少響中山市區做嘢嘅人。咁首先跟住落嚟咧就第二個片區就係南區，第二個咧就係南片區嘅樓盤分析啦。咁地理位置上，南片區咧係位於坦洲嘅南部，靠近珠海市嘅，咁係坦洲嘅新興居住區啦。咁比較有代表性嘅樓盤咧，就係佳景康城啦、裕豐名門同埋中澳春城嘅。咁呢啲樓盤有咩優點缺點呢？咁首先佢嘅優點咧就係靠近珠海，南片區與珠海嘅市區咧係比較近嘅，適合去珠海做嘢嘅購房者。咁新興樓盤比較多。南片區咧係有多個新建嘅樓盤，設施係相對現代化同埋居住環境比較好嘅，未來發展潛力都係相對比較大。咁隨住中山同埋珠海嘅融合發展咧，南片區未來發展嘅潛力係相對比較大嘅。咁佢嘅缺點喺邊度呢？
咁相比翻北片區、南片區嘅生活配套仲喺度逐漸完善當中。咁基本上大型嘅商場咧都已經係完全開放使用中嘅。咁例如我哋嘅優越城百貨啦，咁依家係坦洲最大嘅一個商超。咁仲有匯萃商都、文化創意園同埋合盛市場嘅。咁由於坦洲咧作為中山比較特殊嘅一個城鎮，早晚高峰期相對嚟講係比較塞車嘅。咁目前交通環境咧都喺度改善當中。咁例如依家珠坦主幹道咧係一條雙向嘅6車道主要係通往珠海嘅一個新路線咁房價咧佢都係相對比較高嘅。由於靠近珠海，南片區嘅房價係比北片區要相對高少少，均價大概咧就係12,000到16,000蚊左右嘅。交通生活配套咧，佢交通咧南片區係通往珠105國道、港珠西線同埋珠海嘅市區相連接嘅，交通咧係比較便利。未來規劃咧軌道咧同埋交通咧會推進，未來規劃嘅軌道交通咧將會進一步咁樣縮短去珠海嘅路程。商業配套方面咧，南片區咧已經係逐步完善當中，已經有多個購物中心同埋超市入駐嘅。咁教育配套啦，南片區咧係有多所新建嘅中小學同埋幼兒園啦，咁教學資源咧都係逐漸完善當中嘅。醫療配套，南片區嘅醫療咧正在建設當中，未來咧將會提供更加全面嘅醫療服務啦。咁主要生活人群有邊啲呢？咁第一個珠海工作者，咁南片區比較靠近珠海啦，吸引咗唔少喺珠海做嘢嘅購房者。咁依家好多樓盤咧都添加咗港澳直通巴，咁香港往返咧依家咧都係非常之方便嘅，好多樓盤都可以做到一站式往返。咁第二個就係年輕嘅家庭，南片區嘅新興樓盤有比較好嘅居住環境，吸引咗大部分嘅年輕家庭同埋一啲港澳嘅朋友喺呢度買樓。做翻個總結先，咁北片區咧係適合翻預算有限剛需上車嘅朋友，喺中山市區做嘢嘅朋友，咁生活配套成熟，距離翻珠海會遠啲。第二個南片區咧就係適合珠海做嘢同埋咧年輕嘅家庭，靠近翻珠海，未來發展潛力比較大，但係生活配套咧仲喺度完善當中，房價咧亦都係比較高嘅，所以各位咧就根據翻自身需求同埋生活工作地點，購房者可以選擇翻適合自己嘅樓盤。咁我哋下期再分析其他區域，我哋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